日子越来越没法过了。2个太阳就让人吃不消了，还去射什么日啊？你看看，天上下起火球来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帮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。大叔，你们一天都跑哪儿去了？没看见天上下火球呢吗？大叔啊！你们就忍心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？二牛受伤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人给我收拾。大叔啊，二牛哥哥他受伤了。你看不到吗？二牛受伤了。二牛，二牛，二牛啊，二牛，你怎么了？二牛，哎，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着他呀？大叔啊，二牛好厉害啊！他的一支箭嗖一下就飞到太阳上面去了。你给我闭嘴，不许再说了啊！还没闹够啊你？我跟你们说，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了。二牛啊，你怎么那么傻呀你？好好的兵你不落，去射什么日头啊？这肯定是惊怒了上天，这是给你的教训呐！哎呀，吵什么呀？你看他都这样了，还骂他？进屋再说吧。来，抬进去，快！哎呀，真是。喂，这个药物管不管用啊？当然有用了。不过二牛哥哥的伤势真的不轻啊。干嘛呀？你无缘无故在这哭什么啊？二牛哥哥是为了嫦娥姐姐，也是为了其他百姓去射太阳。现在太阳没有射下来，反而有火球掉下来。就是啊，刚才那个火球一下子掉下来，我们都搞成这个样子了，那些百姓不知道会怎么样的。是啊，其他老百姓一定也伤得很严重。猪哥哥，你陪我出去一趟啊！干嘛？我想其他受伤的百姓更加需要这些药，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。送到哪里啊？去医馆啊。哦，大叔，你先帮我给二牛哥哥敷药吧。好。好，走。二牛啊，别再做梦了啊！什么英雄美人呐，咱没有那个命，还是过咱自个儿的日子吧。是为了小常，还是为了百姓？我真的想的是老百姓吗？别动。你不用怕，我不是来骂你的。这不是你的错。从一开始，我就不相信你是后羿，我也不相信你能够射下那个太阳。后羿只有一个，他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有人再射下那个太阳呢？真是的。既然老天要这么折磨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他还能拿我怎么样。虽然我射不了太阳，但我可以照顾你。
好养伤吧。啊！大夫，那些病人呢？什么病人呐？不是有很多人受伤了吗？是啊，是有很多人受伤了，可他们都在祭坛。现在的人呐，宁可求神符，也不找大夫，说什么生病不用吃药，求一道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还要我这个当大夫的干嘛呀？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！神符好，不吃药，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。只要诚心诚意，心中有神符，定能福到病除。做上7天7夜，一定能够延年益寿。来，跟我一块念：神符好，不吃药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乱七八糟的，他们都像一堆疯子一样啊！犯得着对他们好吗？你还指望他们用善良来对你啊？我没有指望他们用善良来对待我，可是猪哥哥，你看看，他们多可怜呀！再这样下去，他们会很危险的。可他们，你想干嘛？别怕，我帮你擦药啊。我不涂药，我只要神符，涂了药我就好不了了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怎么跑来害我呀？你走！神符好，你是什么人？不吃药，怀疑神符，后果自负。有人破坏祭典，神符就要发怒了。神符发怒了！他又在妖言惑众了。喂，小龙女，你别这样，擦了药就会好了。快走！喂，走啊！你相信我，真的。走啊！走！你们走啊！神符好，不吃药。放心吧，他们会好的。不可能，他们几千年、几百年都是这样的，他们觉得自己挺好啊。哎，算了。其实每天发生这么多事，帮也帮不过来。那倒是，但我还是很想帮他们。你这个人还真是奇怪呀，从早到晚怎么想的全都是帮人呢？不是啊，你对嫦娥姐姐和二牛哥哥更好。你以前很久以前对我也很好的。哦，我记得啊，上次你差一点冻成冰棍儿，我记得。你真的记得啊？我好感动啊！喂，别哭，冷静，别哭，留下来就要下雨了，顶住，放松。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。我怎么会不理你呢？你对那些不认识的村民都这么好，我怎么会不理你呢？你可不可以再多理我一下？啊！喂，我问你啊，你理一下我嘛？理一下我嘛？行了，理一下我嘛？猪哥哥。
是刚出炉的。小龙女怎么样？今天呢，好多人来买饼啊。好，小龙女啊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啊。他们怎么那么凶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什么事儿？把二牛给我交出来！二牛交出来！你们找二牛干嘛呀？你看看我们的手，被二牛害成什么样了？交不交？交出来！把二牛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好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对不对啊？好在我也是个老年人，咱们又是街坊邻居，有什么话不好说，非得这样啊？闭嘴！交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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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有什么事可以慢慢商量的吗？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把二牛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小龙女啊，你赶快进屋里去吧。那大叔你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没关系的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还有啊，叫二牛千万不要出来，听见没有啊？快去吧，快！好。猪哥哥，猪哥哥，喂，你快起来，快点起来呀！哎呀，快点起来，你跟我出来呀！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干嘛？一大清早就那么吵！你们不要这样啊！出来！喂，还要这样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发狗狗把你们轰走啊？猪哥哥，你不要伤害无辜啊！他们无辜，我们才是无辜啊！来，再来啊！二牛出来！大家看，二牛出来了，打死他！喂，二牛，你干嘛出来啊？这很危险的。二牛啊，叫你别出来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大家看，美女都变成白发魔女了，这家肯定是灾星之家，灾星之家，灾星之家，打死他！灾星！打死他！灾星！各位父老乡亲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大家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，请放过我大叔他们吧。二牛，对不起大家。傻二牛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叫你别出来嘛！乡亲们，不要被他骗了，他这是在装可怜呢。对，就是，对，打他！大叔，喂，你们住手啊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大叔，先喝碗水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二牛病刚好，还是给二牛。怎么了？别吓我呀！哎，张大哥，小宝怎么了？生病了。医馆在那边，我们要去祭坛，谁说要去医馆呢？走。祭坛。张大哥，给我点事！张大哥，你们这样不行啊！小宝现在很危险，一定要去医馆啊！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路上跟着我们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不用你管。都是因为你呀！你看看，天上的太阳又堵起来了。张大嫂，张大哥，你看小宝现在最缺的是水，他得的是脱水症啊！你老缠着我们干什么？你走开，快让开！你让开！
什么？你赶快走啊！害得我们这么痛苦。走啊！你还想干什么呀？宝宝有救了，孩子有救了，宝宝有福了！太好了，有福了！宝宝有救了，宝宝，咱们有救了！宝宝，儿子，哎，你怎么抢我儿子？还我孩子！爸爸，爸爸！站住！这位师傅，有没有水啊？没有。有水吗，师傅？没有。这位师傅，快来救救这个孩子呀！这个孩子快死了！这位师傅，有没有水啊？没有。师傅，有没有水啊？有没有水啊？快来救救这个孩子啊！没有。有没有水啊？救救这个孩子！师傅，有没有水？没有。师傅，给我一点水吧，这个孩子快渴死了。干嘛不带他的祭坛去呢？酋长神符命就回来了，快去吧。师傅，有没有水啊？给我一点水吧，师傅。没水。走吧。小宝，乖，叔叔马上给你找水喝。不用我哥。小宝，坚持住！小宝，坚持住！大夫，赶快救人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快！没救了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没救了，太晚了，是脱水症。不可能，他不会死的。你是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我有什么办法啊？这种病，每天都要死上好几十人呢。要怪就怪天上那个太阳，这地上的水是越来越少了，说不定哪一天，连我都撑不住了。小宝。小宝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死了，小宝，我求求你，救救他吧，大夫。没办法呀，他快要死了，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没办法呀，你去救救他吧，大夫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，大夫。小宝，儿子，小宝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小宝，你醒醒啊！小宝，这个王八蛋，是你害死我儿子！你这个你把儿子还给我！小宝，你还我儿子！小宝，你怎么了？还我儿叔叔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要去死？如果上天要用2个太阳去惩罚恶人的话，你还小，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为什么也要跟他们一样受惩罚？我为什么要去射太阳？我为什么要去射太阳？我为什么要去射太阳？不，你应该知道。又是你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后羿，你的前世。你是后羿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射太阳？以前你可以射掉9个太阳，为什么你现在不行，害得大家遭殃？答案就在你这儿。答案在我这儿？是什么？我一点都不懂。你现在想不想射太阳？想，当然想了。
难道你还让我看着大家被那鬼热的太阳折磨得痛不欲生？难道你还想看着那小小的生命白白送死吗？可我射了，我尽力了，但我射不下来啊！相信你自己，你现在行了。我现在行了，为什么？当你想出这些答案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可以了。什么答案？到底找到什么答案？什么答案呢？一个人为什么射太阳的答案。二牛，当你知道自己肩上肩负着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强的男人，拥有无穷的力量。这时候，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一个真正的英雄。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怎么一个晚上都没有见到你啊？后天跟我一起上山，我要射日。小龙女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啊，我在做一些很特别的饼给猪哥哥吃。我教你做一种饼吧。好啊，什么饼啊？以前我在月宫的时候，每到8月15都会做一种饼，往面里面放一些馅儿，我给它起名叫月饼。月饼。好啊，有什么寓意吗？月圆人团圆，它圆圆的，就像天上的月亮，代表着思念和团圆。团圆，这么浪漫啊！你快点教我做吧。我现在教你做吧。我真羡慕你，可以这样对一个人。你说猪哥哥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他是不是真的好。不过呢，我就是想对他很好啊。你不需要找理由，对一个人好是没有理由的。如果非要找理由，肯定会把事情变坏的。我不懂这些大道理，太深奥了。我只知道我要对猪哥哥好，无论他对我怎样。你不知道怎么样对他，反而做得这么好。有很多人都知道，可是又做不到，所以你快乐呀。嫦娥姐姐，我想你是天下最快乐的人，你又漂亮又人见人爱，是不是啊？美丽就一定快乐吗？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我现在才明白，美丽是快乐最大的阻碍。我一直以为美丽可以羁绊所有人，可是到了最后，我才知道，美丽只能击败我自己。你自己？为了美丽，我失去了太多东西。为了美丽，我只知道我自己，从来不考虑别人。我太自私了。嫦娥姐姐啊，你别不开心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和你在一起，我不知道有多开心。因为呢，往年的中秋节啊，
我也只能站在地上抬着头看着月亮，看着月宫里的你。但是呢，明天我就可以和你一边赏月亮，一边吃月饼，想想都兴奋。明天就是8月15了。是啊，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我们一起真开心呢。明天一早，我会和二牛一起去射太阳。明天你和二牛哥又要去射太阳啊？哎呀，不行的，二牛哥哥的伤刚刚才好没多久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不，他不是去冒险，他是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相信，他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再放些这个。你怎么了？就是有点累，歇一会儿就好了。坐吧。好。看着你一天一天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。不用想这么多，不管明天是什么样的结果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埋怨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就是天意。我怎么样都无所谓，只要你能回到从前，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你从来都没有怪过我吗？从来没有。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难道对人好还需要理由吗？对，对一个人好是不需要理由的。谢谢你。干嘛要谢我？谢谢你，让我找到了答案。一个寻找了几百年的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一个人光有美貌是不够的，要对别人好，从心里面对别人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后羿，让你射了日，我还怎么混呢？看你没了神箭，还怎么射日？上！上！让你看看我的厉
不怕死，咱们同归于尽，让你们尝尝无敌至寒至毒的神仙断肠丸。猪哥哥，看你们还往哪儿跑！凭什么抓我？你私离广寒宫，胆敢破坏社日，我是奉旨来带你回天庭的。多谢几位救命之恩。为什么一定要搞成这样之后他们才出现呢？这就是天意呀！天意！我如果早来的话，还有你们这场戏演吗？对了，你们还不赶快走，后羿正等着你们的剑呢。哦，是啊，是你在这跟我们讲话，所以我们忘记了。走。哎，总之多谢你们啊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啊！快去，快去！剑没有了。没有了剑，你是射不了太阳的。算了，这也许就是我的命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服气，我不服气，我不服气，我要抗争！兄弟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给呀，给，快射，快射！射呀，射呀！快射呀！啊！射呀，射呀！射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没有了剑，你是射不了太阳的。算了，这也许就是我的命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服气，我不服气，我不服气，我要抗争！兄弟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给你，给呀！快射，快射！射呀！射呀！哎呀，快射呀！啊！射呀，射呀！射！啊！快点啊！快呀！一直以来的那个影子，就是他。
这样射是射不下天狼星的。你当然不希望射下天狼星了，那可是你的命星。闭嘴！吴刚大英雄，别跟傅道人家一般见识，他们就是心眼小。你们都看见了？好事多磨呀。吴刚哥哥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天狼星上面有块水晶，里面记载着天狼星所有秘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天狼星问问水晶。站住！谁知道你们去了，会不会不回来呢？我已经万念俱灰，无欲无求，只想为人世间做些有益之事。事成之后，我就返回月宫，孤老万世。我才不信呢！喂，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别人吗？对，从来没有。那么你一定活得很辛苦了。小丫头，怎么还敢教训起本宫来了？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无论怎样都好，都要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也要有几次相信别人的时候。到底是个小丫头啊，以后小心被人家骗财了。其实啊，被人骗几回也没什么，就等于你喜欢一个人，而那个人却不喜欢你嘛。没错，我有权利喜欢他，他也有权利不喜欢我。但是我愿意继续默默地守护着他。吴刚啊，吴刚，你去吧，去天狼星。玉帝，吴刚哥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他告诉你了，怎么办啊？回月宫。回月宫？以前被困在此地，我心中充满了怨恨。但现在才知道，能在此地默默守护着嫦娥，也是一种幸运。
把这支箭带下凡间，交给二牛。吴刚哥哥，你人在哪儿啊？我会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，隐居万世。你们不必找我。可是，赶紧走吧，射日要紧。那好吧。小龙女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到底行不行啊你？小常，姐姐，小常，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。姐姐，你要振作。猪哥哥，进来了，回来了，进来了。哇，二牛，让我看看。这支箭是吴刚哥哥给我的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吴刚呢？不知道啊。吴刚哥哥说他要去一个没人找得到他的地方隐居。嫦娥姐姐，你知道他会去哪儿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小常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把太阳射下来。等等，后羿，后羿，是你在说话吗？二牛啊，是你在说话吗？快让开路，我要出来了！丑了，再也不是以前的常小娥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你不怪我吗？不怪我当初狠心离开你吗？如果没有分离，我们又怎么能明白什么是真爱呢？不要走！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眼泪，即使我拥有再伟大的胸怀和坚强的勇气，
也不会成为天下真正幸福的男人。我昨天晚上用二牛的身体给你做了饼，里面放了2颗莲心蛋黄。无论我们2个身在何处，心也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。没太阳了，没有2个太阳了，没有2个太阳了。
此次射日成功，4位爱卿居功至伟啊！朕决定代表天庭赏赐你们，每个人蟠桃1个。才1个蟠桃啊！